人過咗60，最怕未必係冇錢，最怕係錢仲喺度，層樓仲喺度，子女亦話會照顧你，但你慢慢發現自己已經冇乜事情可以作主，想住邊度要等人安排，想同邊個一齊生活要睇人面色，想用自己啲錢都要先問過其他人，就連子女開口要求你幫忙，你心裏明明唔願意，最後都係講唔出一句唔得。表面睇呢種老人家唔算冇福，屋企有瓦遮頭，銀行有一筆積蓄，仔女又唔係完全唔理，但再睇深一層，你會發現佢有資產，卻未必有支配資產嘅能力。有人陪，卻未必可以揀自己想過嘅生活，咁樣算唔算真正有福呢？呢個問題值得我哋慢慢拆開嚟睇。香港人講晚年有福，通常離唔開3樣嘢：有樓、有錢、有仔女照顧。呢3樣當然重要，冇必要故意反過來講到一文不值。有樓，至少唔使晚年仲為租金擔心；有積蓄，遇到醫療、復康、日常生活開支，個心會穩陣好多；有子女願意照應，突然入院或者身體唔舒服，亦多一個人幫手。問題係我哋好多時只問有冇，冇再問由邊個話事。層樓係你名下，但仔女日日催你賣，戶口係你嘅，但提款卡、密碼、投資安排全部交晒俾人。子女話接你過去照顧，但你住邊間房、食乜、幾時瞓、可唔可以見朋友，都由其他人決定。你擁有嘅嘢慢慢變成只係一個名義，所以晚年有福唔可以淨係睇銀行戶口有幾多個零，亦唔可以淨係睇名下有冇一層樓。真正要睇嘅係當環境改變、身體轉差、家庭有需要嘅時候，你仲有冇幾個可行方案，仲可唔可以為自己揀？講到底，有錢係一種條件，有選擇先係一種主動權。當然，選擇權唔等於任性，唔係話年紀大咗，屋企人講乜都唔聽，醫生勸你都唔理，明明間屋冇升降機，自己又行動不便，仍然死守住唔肯搬，咁唔叫有主見，可能只係害怕改變。真正嘅選擇權係有人向你分析利弊，有人願意幫你，但最後唔係用恐嚇、內疚或者親情壓力逼你即刻答應。換句話講，屋企人可以勸你，但要聽你點諗，可以幫你安排，但唔應該完全跳過你，可以提醒你風險，但唔能夠用一句我都係為你好，就將你嘅意願全部收走。即使有一日你真係需要別人協助你，仍然應該係自己人生安排裏面其中一個重要參與者，而唔係一件被搬來搬去、被人代為處理嘅行李。第一樣最直接嘅選擇就係自己住喺邊度。香港好多上一代人一生最大嘅資產就係供咗幾十年嗰層樓。後生時層樓代表安定，到咗晚年層樓有時反而變成全家最容易爭拗嘅地方。有啲子女會話阿爸阿媽年紀大，應該賣咗舊區嗰層樓，搬去近自己一啲，方便照顧。有啲子女移民就希望父母一齊過去，覺得一家人住近啲總係好事。亦有啲家庭屋企未真正出現問題，兄弟姊妹已經開始討論將來層樓點分、幾時轉名、應唔應該套現。我哋不妨想象一個幾常見嘅香港家庭，一位70歲左右嘅太太，丈夫走咗之後，一個人住喺原來嘅2房單位，個女住喺新界，成日擔心阿媽一個人喺舊區唔安全，所以宣佢賣樓搬去自己附近。個女未必有私心，可能真係關心，但對個女嚟講，搬屋只係由一區去另一區，對個阿媽嚟講，卻係成套生活重新拆過。樓下間茶餐廳識佢，街市魚檔知道佢中意買邊種魚，線索、藥房、巴士站全部熟路，隔籬鄰舍仲會見到面。呢啲嘢唔會寫喺樓契上面，但對老人家嚟講，正正就係生活安全感。如果屋企冇升降機，佢膝頭又唔好，繼續住當然有風險。問題唔係搬定唔搬，而係有冇認真比較過其他方法，可唔可以先加扶手、換防滑地毯、裝緊急鐘，可唔可以請鐘點幫手，或者安排陪審，可唔可以搬去女兒附近，但唔一定同住，
可唔可以先短住一段時間，睇下習唔習慣，再作決定。有選擇權嘅人唔一定最後揀留低，佢可能計清楚之後覺得搬屋更合適，但分別在於呢個決定係佢理解過、考慮過、參與過，而唔係有一日幾個子女坐喺飯桌前，一句話到佢覺得自己再反對就係麻煩大家。晚年居住安排最忌等到跌倒入院或者突然冇人照顧，先至臨急臨忙處理。嗰個時候選擇自然少好多。真正穩陣嘅做法係趁自己身體仲可以，精神仲清楚，預早諗2-3個方案。繼續原居要做乜改善，搬屋要搬去邊區，同子女近住定同住，將來有需要時可唔可以接受院舍或者其他照顧安排，呢啲都應該早啲傾。有啲人會話諗咁多做乜？船到撇頭自然直。香港人最叻係捱，亦最中意等問題嚟到先算。不過晚年安排同落雨唔同，唔係見到天黑先買把遮就一定趕得切。有啲選擇一旦錯過之後想翻轉頭，成本會高好多。所以真正有福唔一定係一世住喺同一間屋，而係環境變化時你仲有權揀自己想點住。住屋唔只係一個地址，仲包括你熟悉嘅街道、生活節奏、人際關係，同埋你每日醒來之後，知唔知道自己身處一個可以安心呼吸嘅地方。第二種選擇權係自己願意同邊個一齊生活。好多人見到老人家獨居就直覺覺得佢一定好可憐，最好搬去同子女住。有人陪當然可以係福氣，但有人同住同生活有人尊重其實係兩回事。有啲父母搬去個仔屋企之前，以為自己係被接去享福，住落之後先發現屋企細，自己只係分到一間放滿雜物嘅細房，每日幾點食飯要跟全家時間，想睇電視怕嘈住孫仔做功課，想朝早落街飲茶又怕屋企人話危險。慢慢地連開雪櫃攞啲乜都會先諗下人哋介唔介意。另一邊子女亦可能覺得自己好辛苦，屋企本身已經唔大，又要返工供樓湊小朋友，接父母過嚟之後開支同責任都多咗。子女心裏可能諗，既然阿爸阿媽住過嚟幫手接送孫仔煮餐飯睇一陣小朋友都好合理，父母卻以為自己係嚟休息，結果雙方一開始對生活安排嘅想象完全唔同。呢種矛盾未必係邊個衰，更多時候係大家冇講清楚。父母覺得自己已經放棄原本嘅屋企同生活圈，子女覺得自己已經付出空間、時間同金錢，兩邊都認為自己為家庭犧牲，久而久之，一餐飯、一句說話、一次照顧孫仔都可以變成怨氣。所以同住之前要講嘅唔止係有冇房，仲要講生活界線、責任界線同情緒界線。生活界線係你有冇自己嘅作息、私人空間、朋友同興趣。責任界線係幫手湊孫，究竟係偶爾協助定係每日固定工作。情緒界線就係屋企人會唔會因為提供咗照顧便覺得你應該事事服從。有時父母最難受嘅唔係真係做多咗家務，而係自己從一個有獨立生活嘅人慢慢變成屋企入面一個有需要先叫出嚟幫手嘅角色。平日冇人問你想食乜、想去邊、想見邊個，但一到放學時間就自然有人叫你去接孫。人去到某個年紀最怕唔係做事，而係覺得自己只剩低功能，冇咗意願。不過呢度亦要替照顧父母嘅子女講句公道話，唔好將所有問題都講成仔女不孝。有啲成年子女真係已經盡力，白天返工，夜晚陪錢，星期六日處理父母屋企雜務，自己婚姻同健康都開始受影響。如果成個家庭都默認由某一個女兒、媳婦或者細仔承擔所有照顧責任，嗰個人一樣會失去選擇。真正好嘅家庭安排唔係將父母嘅自由建立喺某一個子女嘅事身上面，應該係兄弟姊妹點樣分工費用，點樣分擔，邊個負責陪審，邊個處理文件，邊個可以定期上門，全部講得實際一啲。
照顧唔係靠一個最心軟嘅人死頂，而係一家人共同面對現實。所以晚年有人陪當然係福氣，但更大嘅福氣係陪伴之中仍然有尊重。你可以接受別人照顧，但唔代表要用服從去交換。你可以幫子女手，但唔代表晚年所有時間都屬於下一代。真正舒服嘅相處係大家都知道對方有難處，亦知道有啲界線唔應該隨便踩過。第三種選擇權就係自己嘅財產點樣用。呢一點最實際，亦最容易令一家人驚訝。因為一講錢，大家就怕傷感情，但正正因為唔講，最後先最容易傷感情。好多父母將錢交俾子女，出發點唔係愚蠢，而係疼愛。個仔買樓差一筆首期，做父母嘅會諗自己年紀大，用錢唔多，不如幫佢一把。個女做生意周轉唔靈，父母又會覺得一家人有難，點可以袖手旁觀？甚至有人會話，反正啲錢將來都係留俾仔女，早啲俾同遲啲俾有乜分別？分別其實好大，將來留低代表你仍然可以因應自己身體、生活同家庭變化去調整。而家一次過交出去，就代表選擇權同資產一齊離開你。錢一旦變成對方嘅流，對方嘅生意，對方嘅債務安排，將來你有需要，對方未必有能力即刻拎翻出嚟。想象一位60幾歲嘅父親，退休時有一筆積蓄，個仔準備買樓，爭一筆首期，父親覺得自己身體仲好，平時生活又簡單，就將大部分退休金拎出嚟。頭2年，一家人當然好開心，個仔亦好感激。但幾年後，父親突然要做手術，出院之後需要復康賠錢，甚至可能請人照顧。佢想拎翻一部分錢，先發現個仔每個月供樓養2個小朋友已經喘唔到氣。個仔唔係唔想幫，係真係冇能力幫。最後父親辛苦，個仔內疚，成家人都覺得對方有難處。呢件事唔一定係邊個不孝，而係當初安排得太盡。父親將幫子女放喺保障自己基本生活之前，結果一個善意決定變成日後全家共同承擔嘅壓力。人情做得太盡，有時唔係更有情，而係令大家將來都冇退路。晚年嘅錢最好分開3層去睇。第一層係基本生活，包括食飯、交通、水電、管理費、日常用品同少量社交開支。呢筆錢要穩定，唔應該變成每個月等子女俾幾多先決定自己點過。第二層係醫療同照顧。人老咗之後，最難預算嘅往往唔係1日3餐，而係突然入院、長期食藥、復康、家居改裝、賠錢、請人照顧，甚至配偶其中一個先出現需要。呢筆錢唔可以因為子女一時有急事就全部挪用。第3層先至係你有餘力支援家人旅行、送禮或者做其他安排嘅錢。幫子女冇問題，但應該係扣除自己基本生活、醫療同應急需要之後再計，唔好將自己未來20年可能要用嘅資源當成今日完全用唔着嘅閒錢。有啲老人家會話，我唔識投資，唔識網上銀行，交俾個仔管理最方便。協助當然可以，但協助同接管係2回事。你可以請人幫你交費、睇文件、處理網上操作，但自己至少要知道戶口大概有幾多錢，每一筆大額支出去咗邊，仲要文件放喺邊度。最怕係一覺得麻煩，就連提款卡、密碼、樓契、保單、投資戶口全部交俾同一個人，而自己乜都唔知。就算對方今日絕對可信，將來佢亦可能失業、離婚、生病、負債，或者家庭環境出現變化，安排唔應該只靠我信佢，仲要有記錄、有分工、有制衡。重大資產轉名、替人擔保、共同投資、賣樓或者一次過借，出大筆錢之前，最好聽取獨立意見。所謂獨立，唔係淨係問最想你答應嗰個人，可以揾專業人士了解法律同財務後果，亦可以同冇直接利益關係嘅家人傾清楚。聽意見唔代表一定唔幫，
只係避免自己喺最心急、最內疚嗰一刻作決定。錢嘅價值從來唔只係數目，晚年嘅錢其實係時間、照顧、醫療選擇、居住選擇，同埋遇到不合適安排時，可以講我想用另一個方法嘅底氣。如果錢一早全部交出去，就算一家人表面和和氣氣，你遇到事情時，亦可能只剩低一個方案。所以有錢係一種條件，能夠安心使用先係福氣。你唔需要將所有錢攬到實，亦唔需要懷疑每一個親人，但至少要守住一個原則，幫人之前先確保自己唔會因此失去基本生活同照顧嘅選擇。第四種選擇權就係面對子女要求時，你能唔能夠講一句唔？呢一句睇落好簡單，對好多父母嚟講，卻可能比儲一筆錢更難。子女開口時，父母最先出現嘅往往唔係計算，而係內疚。個仔話供樓壓力大，父母會諗，我唔幫佢，仲有邊個幫？個女話想移民，需要一筆錢，父母又會諗，唔通睇住佢錯過機會？甚至子女只要講一句，反正啲錢第時都係我哋嘅，父母心裏已經開始覺得自己再拒絕，就好似太自私。有時子女未必刻意情緒勒索，只係自己壓力太大，講說話自然重咗。但有幾句說話，父母要特別留意，例如你又用唔晒咁多錢，你唔幫我，係咪想睇住我一家冇地方住，我哋接你過嚟照顧？你當然要配合，一家人點解要計得咁清楚？呢啲說話最危險嘅地方，唔係一定有惡意，而係將兩件事混埋一齊。你愛唔愛我，同你答唔答應我，好似只要你拒絕一個要求，就等於否定整段親情。其實一段健康嘅關係，應該容得下一句我幫唔到咁多，而唔係每一次都要用此生證明愛。拒絕唔等於斷絕親情。你可以咁講，我唔係完全唔幫，但要先計清楚自己往後嘅生活同醫療。嚟筆錢，我只能幫到某一個數，再多我就承擔唔起。層樓暫時唔會轉命，其他安排可以慢慢傾。搬去同你住，我知道你係關心，不過我想先試下其他方法。仲有一句非常有用，呢件事我唔會即刻答應，俾我自己諗清楚先。好多錯誤決定都係因為一家人坐埋一齊，氣氛好急，父母怕令大家失望，於是即場點頭。其實真正合理嘅要求，通常都經得起你諗幾日。最怕係有人一定要你即刻答應，仲話一遲就冇機會，嗰陣更加要停一停。再落深一層，有啲父母唔敢拒絕，未必純粹因為心軟，而係一生都習慣用付出去換取被需要。子女細個時，父母煮飯、交學費、處理所有問題，日日都有人需要自己。到子女成家立室，生活重心離開咗，父母突然覺得自己冇乜作用，於是每當子女再開口，父母反而有一種熟悉感。原來我仲係重要，原來佢仲需要我。呢個時候，父母可能唔係計唔到風險，而係唔捨得放低我一定要幫呢個身份。表面係庭愛，深一層可能係害怕失去關係。但真正穩定嘅親情，唔應該靠一方不斷讓步維持。你今日用錢解決咗子女一個問題，如果對方冇改變生活方式，下一次可能仍然會出現同樣需要。你一次又一次補上去，最後唔知自己冇咗退路，子女亦冇機會學識承擔。所以能夠拒絕不合理要求，唔係冇人情，而係令親情唔需要靠犧牲自己維持。真正愛一個人，有時係幫佢一把，有時亦係清楚講明呢一步要由佢自己行。點解？有啲人明明有樓、有積蓄、有子女，最後仍然失去選擇。第一個原因係太早將信任變成交付。信任子女冇問題，但信任唔等於所有財產、文件同決定一次過交晒出去。真正穩陣嘅信任係大家知道責任點分，有記錄、有界線，亦容許你隨時了解情況。第二個原因係總覺得談錢會傷感情。香港好多家庭可以一齊捱窮、供樓、養大幾個仔女，
卻從來冇正式傾過父母老後住邊，醫療費點處理，邊個負責照顧，財產幾時安排。大家都覺得一講就好似觸霉頭，或者好似懷疑自己人，但越重要嘅事情越唔應該只靠默契。你今日唔講，唔代表問題唔存在，只係將決定推遲到大家最緊張、最疲倦、最冇時間嘅時候。到父母突然入院，兄弟姊妹喺走廊先開始爭邊個俾錢，邊個請假，邊個接回家，嗰陣先最傷感情。第三個原因係將子女孝順當成唯一退路。子女願意照顧當然係福氣，但子女嘅工作、婚姻、居住地、經濟狀況都會變。今日個女住喺附近，幾年後可能移民。今日個仔收入穩定，將來亦可能失業或者自己生病。如果你嘅晚年安排只有一個方案，就係到時個仔會搞，咁只要個仔嗰邊出現變化，成套安排就失效。真正嘅安全感唔係肯定某一個人永遠唔變，而係就算環境變，你仍然有第二個方法。第四個原因係低估身體同判斷力可以轉變得幾快。有啲人一直話我自己嘅事自己會決定，但一場病、一次跌倒、一次長期住院，已經可以令你暫時冇精神處理文件。亦有人年紀大咗，記性同判斷慢慢轉差，自己未必即刻察覺，所以保留選擇權，唔係單靠個性硬淨，亦唔係到出事先同屋企人爭返嚟。選擇權其實係平日一點一點準備出嚟，你越早整理資料，講清楚意願，安排替代方案，到真正需要人幫手時，家人先越容易按你原本嘅想法去做。咁普通人可以點樣守住晚年嘅選擇權？第一，將晚年需要分成幾筆錢，基本生活、醫療照顧、緊急需要，先要有一個大概數目，剩低有餘力嘅部分，先考慮支援子女、旅行、投資或者其他用途。唔需要計到好似會計師做報表，但至少要知道每個月最基本使幾多。假如有一兩年需要請人照顧，自己頂唔頂得住？你一日未計清楚，就唔好因為一次家庭壓力動用大部分退休資源。第二，居住安排至少準備兩個方案，唔好將人生逼到只剩一個人死守原居，同搬去同仔女住兩個極端。你可以考慮原居安老，配合家居改善，亦可以搬去子女附近，但保持獨立，或者先了解社區照顧、鐘點陪產同合適院舍。有方案唔等於即刻要用。就好似屋企有把後備鎖匙，平日未必需要，但真係出現問題時，你唔使企喺門口先發現冇路可行。晚年最寶貴嘅往往就係呢份餘地。第三，重要財務決定唔好即場答應，遇到借錢轉命擔保共同投資賣樓，先俾自己一個冷靜期，問清楚三件事。如果呢筆錢翻唔到嚟，我生活會唔會受影響？對方如果無力還，我承唔承受得到？除咗全答應或者完全拒絕，有冇第三個做法？例如個仔需要50萬，你未必要喺俾50萬同1蚊都唔俾之間二揀一。你可以只幫一個自己承受得到嘅數，亦可以設定清楚用途，或者幫佢一齊揾其他方案。選擇權其中一個重要意思就係唔好俾人逼到以為世界只剩兩個答案。第四，趁關係仲好，開一次家庭安排會議，唔使搞到好似公司董事會，亦唔需要一開始就講遺產點分，可以由最實際嘅事情開始。父母希望繼續住邊度，突然入院先通知邊個，醫療文件放喺邊一筆錢唔可以隨便動，兄弟姊妹大概可以負責乜？最重要係問父母一句，你最唔想發生嘅係乜？有人最怕入院冇人知，有人最怕被送去完全陌生嘅地方，有人最怕自己啲錢用唔到喺自己身上。大家知道對方真正擔心乜，先容易作出有分寸嘅安排。當然唔係叫大家今晚返屋企即刻開會，搞到成餐飯冇人敢夾餸。可以慢慢傾，一次講一兩樣，總好過10幾年完全唔提，最後一次過爆出嚟。第五，保留自己嘅社交同基本生活能力。
晚年選擇權唔止係錢，如果你去邊度見邊個買乜，復醒交費，全部依賴同一個子女，你自然會越來越難拒絕對方，唔係因為對方一定控制你，而係你自己冇其他支援，能夠自己處理嘅事情，盡量保持，需要協助嘅事情，亦可以分散安排，有人幫你陪審，另一個人處理文件，平日有鄰居、朋友、社區服務可以聯絡，唔好將成個晚年完全幫喺一個人身上，對你同對方都輕鬆一啲。第六，重要安排要留下清楚記錄，財產、保單、醫療資料、常用藥物、緊急聯絡人、重要文件放置位置，最好整理得清楚。涉及正式授權、遺珠、物業同重大資產，就應該按實際情況尋求獨立專業意見。記錄唔係唔信屋企人，而係減少家人將來靠估。當你清楚寫低自己嘅意願，子女之間亦少啲互相指責。阿媽當年明明係咁講，唔係，阿爸其實想另一樣。好多爭拗唔係因為冇感情，而係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最明白父母。第七，學識用平和語氣講界線，界線唔係等到忍無可忍，突然鬧到全家反面。越早講，越清楚講，反而越唔傷感情。你可以承認對方有難處，同時守住自己能力範圍。例如，我明白你而家壓力大，我願意同你一齊諗方法，但呢筆退休錢我唔可以全部拎出嚟。我知道你擔心我一個人住，不過我想先試家居，改善同鐘點服務，半年後再睇。我可以幫手湊孫，但唔會每日全日負責。說話唔需要硬，意思要清楚。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咁樣都計清楚，屋企仲有冇人情？其實真正傷人情嘅，往往唔係早啲講清楚，而係大家一路忍，一路估，一路以為對方應該明，到最後一件小事就將10年怨氣全部翻出嚟。有分寸唔等於冷漠，相反，正因為珍惜關係，先唔想用模糊承諾、無限付出同內疚去維持。父母守住基本生活，子女先唔使日後突然承擔一個完全負擔唔起嘅局面。子女講清楚自己能力，父母亦唔會一直等一個可能做唔到嘅承諾。從命運同人生嘅角度睇，人當然唔可能控制所有事情。年紀大咗，身體會變，朋友會離開，家庭環境會改變，有啲事情確實唔到你完全話事。承認限制唔代表悲觀，只係睇清現實。但不能控制所有事情，唔等於要將所有決定提早交出去。即使喺限制之中，人仍然可以保留一部分判斷，一部分安排，一部分拒絕，同埋一部分對自己生活嘅參與。呢一部分就係晚年最值得守住嘅主動權。真正嘅福氣唔只係有一層樓，而係你可以決定點樣住；唔只係有一筆錢，而係你需要時可以安心用；唔只係有子女喺身邊，而係大家相處時仍然尊重你；唔只係有人替你處理事情，而係處理之前仍然有人願意問你一句你自己想點。有些人以為晚年最舒服就係乜都唔使理，全部交俾仔女，短時間可能真係輕鬆，但完全唔參與自己嘅安排，久而久之，人會慢慢失去掌握感。今日係幫你交費，聽日係替你決定賣樓，後日可能連你想住邊、點樣醫見邊個都被當成一件由家人處理嘅事。所以晚年真正嘅福氣唔係什麼都有人替你決定，而係當你仍然清醒時，身邊嘅人願意同你一齊決定。錢可以買到某一部分照顧，但選擇權先守得住一個人嘅尊嚴。人一生辛苦坐落嚟嘅，唔應該只係一筆數字。真正要留下嘅係遇到變化時仲有得揀，遇到壓力時仲可以停一停，面對最親嘅人時仍然有勇氣講出自己真正嘅想法。大家不妨諗一諗，晚年最唔應該太早交出去嘅，究竟係層樓積蓄，定係自己作決定嘅權利？有樓有錢有人陪，當然都係福氣。但如果要講最根本嗰一樣，我會話係你仍然可以參與自己嘅人生，仍然可以為自己揀一條行得安心嘅路。